英国周二指责中国侵犯维吾尔族的人权，甚至称其野蛮，并宣布新规定禁止进口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措辞强硬的评论中说，这些侵权行为具工业规模。他说，这种真正可怕的野蛮行为，我们希望上个时代就消失的产物，却在今天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国际社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继续这么做。他强调，英国有道义上的责任来回应。拉布概述了一些计划，如果有英国公司无意或故意从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行为中获利或助长了这种行为，就会被禁止与政府合作。他也预计加强英国的现代奴隶制法案，对不遵守透明度规则的企业进行罚款，并将该法案扩大到公共部门，对东突厥散周边的出口管制进行紧急审查。即将离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希望在拜登政府上任后，美国对华政策能继续注重将北京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蓬佩奥在回答美国全球媒体总署属下美国之音的台长鲍勃莱利的提问时说，我确实认为在这方面有一个共识，我与民主党人在很多重要议题上合作过，香港议题，还有我们所说的维吾尔和新疆议题，以及那里发生的暴行，所以我希望这将保持不变。美国记者阿米里亚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在东突厥散发生种族灭绝后，他真正意识到自己有维吾尔血统。他在文章中称，虽然我一生都生活在美国，但中国的强制同化政策还是影响到了我。虽然我早就知道我的外祖母有一半维吾尔血统，但我的家人一直认为我们是汉族。我们家里没人说维语，过维族节日的原因是我们是中国数十年来强迫同化运动的富有效成效的成果。中国官员称这是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他表示，对维吾尔人的这种敌对政策让我的家人相信接受我们的中亚背景有太大的风险，但现在这已不再是一个风险问题。近几年来，坚持自己的维吾尔认同已成为一个生死问题。巴西星期二公布了中国科兴疫苗第3期临床实验结果。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研发的武汉病毒疫苗的整体有效率只有 50.38%。负责巴西疫苗研制的临床实验和圣保罗市不丹丹研究所周二宣布了这一结果。此前，土耳其公布的临床实验结果显示，科兴疫苗保护效力为 91.3%。印尼临床结果显示，科兴疫苗保护效力为 65.3%。虽然12日公布的实验结果显示科兴疫苗的整体保护率降至 50%， 但不丹丹研究所仍声称科兴疫苗在需要治疗的轻度病例中的有效性为 78%。圣保罗州州长上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圣保罗州政府证实后期实验结果显示，中国科兴生物研发的武汉病毒疫苗的有效率为 78%。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12日在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对他提出的弹劾议案时表示，对此感到非常愤怒。自从特朗普6日在白宫前对其支持者讲话，随后发生国会受冲击事件后，他就没有在公共场合露面。特朗普周三在出访前向媒体发表独白说，至于这一点，我们希望没有暴力，从来都不要暴力。我们希望绝对没有暴力。在弹劾上，它是真正的延续，在政治史上最大的猎物。这是荒谬的，这绝对是荒谬的。这场弹劾引起了巨大的愤怒。